即马过年要到，这诈骗就特别多。台东道一个70岁妇人人，因为看到网络有人咧招投资，就叫人骗200多万。最近伫网络顶，佫出现一种新年送红包的宣传，警方是强调，这拢是诈骗集团的诈骗手法。银行的监视器画面上，远景为着一个妇人人，甲伊说明汇出200万是一场诈骗。可能过程当中，远景想要为妇人人调查清楚汇款的用途甲对象，请伊提供手机网络群组的对话，以刷拒绝。不过经过远景好心可劝，伊才讲出这是一个成亿官方客户平台提供的投资案，而且已经先回复对方255万，即摆爱到180多万，分2摆汇钱才提回来80多万的获利。不过，经过环境的查证，根本就无这间投资公司，婚姻人家打消个汇钱的想法。查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有没有合法？好，看诚意投资是诈骗。自赖加入诚意投资后，坚信诈骗集团高报酬的投资，并已投资了200多万元。目前呢，需缴交劳务费用180万元，才得领回获利。特别过年各种诈骗手法是爸爸款，亲像新年送红包、送礼物网站，已经未少人伫网络顶悬点阅。警方表示，安尼手法会互诈骗集团摕到个人资料做不当的使用。他盗取民众的 LINE 的账号之连结的时候，就很有可能登录盗用你的 LINE 的账号，然后去从事诈骗的亲友。警方强调，年节期间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贪小心理，利用网络提供假平台来诈骗，呼吁民众应该利用政府或者是非营利组织破解诈骗的网络来查证，唔通被骗走钱财甲个人资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